我是日心可可乐哟，是18岁最敢做的美少女。即马是乐天宫的9天仙女代理人，因为9天娘娘看我讲话真心实，就应予我这个职位。逐摆若信众来庙里，日心拢会把握和信众交陪的机会。有的时阵，因讲因咧赶时间，拢会予我留落来，陪我讲一下话。定定讲咧，2点钟就过啊。毋过，因为定定和信众开讲的关系，最近大家和日心感情加足好的哦。大家拢会和我算走相约，一看到我，歪头就走去。毋过，因为我真够走啦，一时就掠着因啊。日心足介意即摆的工课哦。感谢9天娘娘，9天娘娘是我的女神。毋过伊原底就是女神吼。我的另外一个身份是新社旗下爱豆团体的粉丝担当，是会予你心肝头的龙仔可可装的可可乐。我介意伫舞台顶闪闪烁的感觉。唱歌表演的时，我会想到伫我搁在世的时阵。对戏团世界走总的模样，尾啊，虽无因为破病过身，毋过我袂放弃任何一摆表演的机会。所以，当爱豆公司的头家来和我讲，即马有海信这种线顶表演的舞台，问我敢要试看卖的时阵，我实在是足欢喜的。舞台当然嘛好啊，我生生就是爱徛伫舞台顶的。已经等袂赴要赶紧和大家见面啦！日心介意唱歌，介意看到台下卡的观众甲我做伙闪闪烁，嘛想要和恁开讲耍游戏，因为我想要甲快乐分享予恁，阁想要和恁做足侪代志，因为有恁，就算是普通的代志，一定嘛会变甲足趣味。若是想要熟悉日心，欢迎来乐天宫，嘛会当来 Twitter 还是 Instagram 找我。即马嘛有咧书名仔套哦，有任何问题，还是想要和日心讲话，拢欢迎你来。日心会一直等你哦。